我謹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宣告，我哋復活期第2主日嘅午堂崇拜現在開始。請會眾起立，請聽宣召嘅經文喺詩篇150篇1至2節。哈利路亞！你們要在上帝的聖所讚美他，在他顯能力的穹蒼讚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為讚美他，因他極其偉大讚美他。要因他叫耶穌從死裏復活的大能作為讚美他。我同唱2首嘅詩歌嚟宣告我哋復活嘅主。我哋頌讚嘅詩歌係記載喺世紀頌讚嘅204首主復活，同埋200首嘅基督今復活。
路亞，我哋個主已經復活，請坐。我哋同心祈禱。萬軍嘅耶和華，復活嘅主，我哋敬拜尊崇你。你創造諸天萬物，我哋要頌讚你，因你本為善，你嘅慈愛傳到永遠，你嘅信實直到萬代。感謝主，你將復活得勝嘅盼望賜咗俾我哋。當我哋喺生活中感到無力，俾罪惡捆綁，俾憂愁壓傷嘅時候，你復活嘅大能充滿着我哋，使我哋能夠靠着你勝過一切嘅軟弱。願我哋嘅生命真實嘅反映咗係與基督一同復活嘅呢個事實，活出新生嘅樣式，以平安同埋喜樂嚟見證你嘅名。主啊，今早我哋存住敬畏嘅心嚟到你嘅面前，求主叫我哋省察自己，我哋軟弱，容易跌倒，偏離主道。求主憐憫，用你嘅雙臂嚟俾我哋遮擋從各處而嚟嘅攻擊，藉著主耶穌基督嘅寶血見藉我哋嘅罪。求主讓我哋能夠與你親近，立志追求持續嘅讀經禱告生活，讓主豐富嘅話語藏喺我哋嘅心裏邊，變成我哋生命嘅靈糧、光亮、智慧同埋力量，叫我哋遠離試探，使我哋靠主站立起嚟，重新走喺真理嘅道路上邊。我哋特別紀念今年參加 DSE 考試嘅年青人，求主賜佢哋有一顆平靜嘅心，喺壓力之中仍舊可以專注，喺焦慮之中仍然可以安穩。無論成績如何，願佢哋對你嘅信心係永不動搖嘅，幫助佢哋記得你個愛同埋計劃係遠超過一紙嘅成績單，即係話前路係未明嘅，你必親自引領。願神嘅平安與每位考生嘅同在，亦都願佢哋喺過程之中經歷到你嘅真實同埋安慰。願我哋口中充滿讚美，心中充滿感謝。呢一切嘅榮耀、頌讚、感謝、尊貴都歸俾我哋嘅主，從今時直到永遠。我哋咁樣嘅祈禱係奉嗰位死而又復活，而家活着直到永遠嘅主耶穌基督嘅聖名求。阿門。今日好高興，我哋有兩個詩班嘅獻詩。首先，我哋係會請本堂嘅恩頌詩班獻唱。佢哋係會唱用潮州話唱出嘅《使徒信經》，我哋將時間先交俾恩頌詩班。先上帝，全能的爸，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染，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到本丟比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到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到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到全能爸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子公之教會，我
寫土相通，我心罪的赦免，我心身體復活，我心永生。阿門。有從汕頭嚟嘅聯韻合唱團為我哋係唱詩，咁佢哋咧喺星期五晚嘅時候已經係到咗喺香港生命堂度獻詩㗎啦。咁因為佢哋被邀請係喺香港生命堂嘅60週年新堂奠基典禮嗰度獻唱，咁好高興佢哋係我哋可以邀請到佢哋係今日喺我哋當中嘅獻唱，佢哋所獻唱嘅係一首嘅組曲嚟嘅清唱曲，咁咧就係無比的愛嘅一套詩歌。請我哋大家都係細心嘅聽同埋咀嚼裏邊嘅歌詞。我而家係將時間交俾聯韻合唱團。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下有许多的人从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安慰。温柔的人
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趕出里頭做買賣的人，對他們說：經上說，我的殿必作禱告的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耶穌天天在殿裡教訓人，祭司長和文士與百姓的尊長都想要殺他，但尋不出法子來，因為百姓都側耳聽他。我哋繼續落嚟喺信息進入崇拜。今日嘅信息經文係記載喺新約嘅腓立比書1章1到11節。請聽我讀出：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穌裏的眾聖徒，以及諸位監督和執事，願因為平安從我們的父上帝和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我每逢思念你們，就感謝我的上帝；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總是歡歡喜喜的祈求，因為從第一天直到如今，你們都同心合意興往福音。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美好工作的，到了耶穌基督的日子，必完成這工作。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想法，原是應當的，因為你們常在我心裏，無論我是在捆鎖中，在辯明並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蒙恩。我以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想念你們眾人，這是上帝可以為我作證的。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和知識在各樣見識上不斷增長，使你們能分辨是非，在基督的日子作真誠無可指責的人，更靠着耶穌基督結滿仁義的果子，歸榮耀稱讚給上帝。今日好高興，我哋有我哋嘅前任教師唐瑞森教師佢嚟宣講信息。唐教師係移民咗去加拿大，而家喺北約嘅華人教會處侍奉嘅。今次佢返香港探親，好高興能夠邀請到唐教師返嚟講道。佢今日嘅講題係880日後的再思，不曾停下的善功。我哋恭敬將時間交俾唐教師。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愛平安。好緊張啊！好耐冇見過大家啦，非常之感謝神嚇，能夠喺呢一度同大家見面呢，係非常開心。喺闊別生命堂嘅弟兄姊妹2年幾咧，其實係即係咧差唔多，我計過係880日。咁咧嚇，我終於都有機會咧，再喺生命家咧同大家去分享信息。都特別咧多謝邊牧師啊，因為係有少少趕急咁樣啊，臨急臨忙咧去安排啊，都多謝咧佢讓我有機會喺呢一度同大家見面。其實係真係好掛住大家，能夠翻嚟講道咧係有一種翻娘家嘅感覺。非常感謝神咧，讓我同生命堂有呢一份嘅主內情誼。神讓我嘅牧職歷程入面咧有幾年嘅時間喺生命堂裏邊咧，同弟兄姊妹一齊去度過咧，係一個好大嘅恩典，好感恩。
更加感恩嘅係咧，今次同大家見面咧，當然係見到好多好熟悉嘅面孔，係非常之開心啦。但係咧，亦都見到有啲弟兄姊妹咧，其實我係未認識嘅，即係咧又有新嘅弟兄姊妹加入教會，證明神喺生命堂嘅工作咧從無間斷，亦都會繼續嘅工作。我呢係由22年嘅下半年離開生命堂去到多倫多繼續牧職。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因為咧我從來都冇去過多倫多，但係咧一下子就要去到牧職，未適應新環境咧我就已經開工㗎啦。頭嗰2年咧我主要係服侍新移民，開頭咧自己其實都有好多嘅適應。我2023年嘅年尾咧我翻過嚟分享信息嘅時候咧，我都有分享咗少少。時間咧又過咗2年幾，呢一個咩都變得咁快、咁急速發展嘅時代咧，2年幾其實已經可以有好多變化。無論點樣變都好，可以肯定嘅一樣嘢咧，就係呢80日咧，神從來冇改變，佢係一直工作嘅神。無論係喺生命堂定係我係喺多倫多嘅牧職，神嘅工作咧從來都冇停止，以後亦都唔會停止。喺我思想咧，同大家分享邊一段經文做信息嘅時候咧，我諗到腓立比書。一陣間咧，我會講多少少咧點解我會揀呢一段經文。我哋咧而家先睇一睇少少腓立比書嘅背景先啊。保羅咧喺東歐建立嘅第一間教會咧就係腓立比教會。喺保羅第2次嘅宣教旅程裏邊咧，即係按照《使徒行傳》第16章咧係記載到保羅咧係有馬其頓嘅異象。後來咧去到馬其頓嘅腓立比，當時咧係大約主後嘅49年，就喺馬其頓呢一個省咧建立咗腓立比教會，而教會嘅核心分子咧係一班婦女嚟嘅。按照呢一章嘅記載咧，似乎睇唔到保羅喺腓立比逗留好長嘅時間，而哥林多前後書嘅記述，保羅亦都係應該係最少咧再去過2次腓立比嘅。雖然咧保羅唔係長時間逗留喺腓立比，但係咧佢能夠同腓立比信徒喺短時間裏邊咧建立到好親密嘅情誼。呢一份關係咧都令到我自己我諗到咧我自己同生命堂嘅情誼。雖然我喺呢一度侍奉嘅時間咧唔係長，但係咧同大家嘅感情咧都係好深厚。因為咧其實大家都係相當之有人情味嘅弟兄姊妹。腓立比係喺希臘嘅北部，曾經咧係一個古羅馬帝國馬其頓省嘅殖民地，地理位置咧係非常之有優勢嘅，因為咧佢貫穿東西羅馬嘅重要嘅商業通道，嗰度咧亦都住咗好多嘅退休士兵，都係愛國者嚟㗎。呢度咧亦都住咗好多嘅外邦人，即係咧希臘羅馬人。喺一個希羅文化嘅背景之下咧，信耶穌基督嘅腓立比教會信徒咧，同樣都主要係外邦人。佢哋咧當時係要面對住嗰啲信異教神明異端嘅羅馬公民。呢啲人咧對基督徒咧係相當之敵視。另一方面咧，腓立比教會同保羅嘅關係好好，好支持保羅嘅服侍。保羅寫腓立比書嘅時候咧，佢係被囚禁喺羅馬，好支持所以咧佢係呢一封腓立比書咧，又係叫做監獄書信。當時咧唔止係保羅自己被囚，亦都係有信徒咧係受到逼迫。喺第1世紀嘅信徒咧，並唔係好似今日嘅我哋咁幸福，即係佢哋信耶穌咧，其實係要冒住生命危險嘅。即使保羅被囚咧，佢知道自己有機會係要死喺囚禁裏邊，但係咧並冇影響到咧佢要寫信俾腓立比教會信徒嘅心。佢要咧感謝腓立比教會對佢嘅支持，派咗以巴弗提帶啲錢同埋禮物俾佢，供應佢嘅需要。保羅咧又藉住呢一封書信去堅固腓立比信徒，唔好因為受到逼迫苦難而灰心。記得只有耶穌基督先至係真正喜樂嘅源頭。我哋今日咧睇嘅段落係喺第1章1至到11節嘅部分。保羅咧係以一個祈禱作為整封書信嘅開始。而呢11節嘅經文咧，我哋會分開3個部分去睇。我哋咧先睇第1個部分。
保羅寫呢一封書信嘅開頭咧，同當時一般希羅時代書信嘅格式係一樣嘅。佢先有問安，表明自己嘅身份，然後係受信人同埋問候語。喺第一節一開始咧，保羅提到自己同提摩太係耶穌基督嘅僕人。如果大家有留意到保羅嘅其他書信咧，佢好多時咧都係提醒讀者佢嘅身份係使徒而唔係咧咁多提及佢係僕人啊。證明佢咧同腓立比教會嘅關係係好密切，佢唔需要咧再去提腓立比教會咧，佢自己有使徒嘅身份。再加上提摩太本身並唔係使徒，當時咧提摩太好可能係保羅嘅秘書所以咧佢同保羅一樣都係作僕人嘅。而僕人喺原文入面咧係可以理解做奴隸。保羅咧佢語帶雙關去表明自己唔單單係耶穌嘅工人，更加咧係一個冇晒自己嘅奴隸。佢生命入面嘅主唯一嘅一個主人就係耶穌基督，所以佢係咧全然屬於主，忠於主，順服於主。然後咧，保羅佢寫明收信人咧係俾腓立比所有嘅腓立比教會嘅所有信徒、監督同埋執事所以咧係俾晒成間教會嘅聖徒。喺舊約聖經係用嚟咧稱呼以色列人嘅名稱之一去到新約咧就係表達緊基督同埋聖靈所組合嘅新群體，即係咧神嘅百姓。而腓立比信徒就係被分別出嚟嘅神國百姓。係因為佢哋係在基督耶穌裏。事實上咧，由舊約到新約，神嘅百姓同神係有立約嘅關係，包括埋新約今日我哋每一個我哋係一個分別出嚟嘅群體，所以咧我哋今日作為新約信徒，我哋都係一個被分別出嚟嘅群體，係應該要過以基督為中心嘅生活。至於監督根據《使徒行傳》第20章28節嘅講法咧，監督喺原文入面咧係除咗可以理解做即係一啲人睇住另外一啲人做嘢啦，呢一樣嘢之外咧，亦都可以解做咧一啲人去承擔探訪關懷嘅工作，同埋咧關心信徒屬靈生命成長嘅職事，係牧養嚟嘅。而執事咧係幫助教會去做實務實踐服侍行動嘅人到今日執事咧仍然其實都係做緊好多實務只不過咧未必係所有教會嘅弟兄姊妹都知道原來背後咧有好多執事咧去處理緊教會嘅一啲嘅實務。保羅雖然咧係有提及監督同埋執事但係咧佢哋其實都係整體會眾嘅一個部分。不過個分別咧就係佢哋有一個行使即係責任一啲職責嘅人。而不過咧，因為保羅唔係嘅意思唔係話佢哋嘅地位較高所以咧收信人嗰個排名咧亦都唔係將佢哋咧排先嘅。喺第二節咧，保羅嘅問候嘅説話咧，佢係咁講嘅。佢話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係令到當時嘅讀者咧係會聯想到古代猶太人祝福嘅方式。恩惠可以話係咧神對人類作為嘅一個總結唔係人咧可以靠自己而得到嘅，而係要得到神嘅恩惠咧係神自己嘅工作嚟嘅。得到神嘅恩惠就係會領受到從神而嚟嘅平安呢一個祝福係將聖父同聖子連結起上嚟，藉住聖父主動賜下救恩，我哋先至得着恩惠同埋平安。好啦，保羅咧佢問安完之後咧，就係第二個部分，係保羅為腓立比教會嘅感恩禱告，喺第3至到第8節嘅感恩禱告。然之後咧，去到第9節到第11節咧，就係保羅嘅一個祈求嘅祈禱嚟嘅。我哋咧而家先睇第2部分嘅感恩祈禱。保羅咧佢有個習慣嘅，就係咧會用一段感恩同埋禱告咧嚟到開始佢嘅書信。呢一個鋪排咧唔係求其寫嘅，亦都唔係純粹一個既定嘅做法而係為咗整封書信後面嘅主體信息而鋪陳。就呢一封書信嚟講咧，保羅主要係要表達3個主題。第一就係為到腓立比信徒多年來係為福音嘅擺上而感恩，其中咧包括埋腓立比信徒對保羅嘅饋贈而感恩。第二就係保羅佢受囚禁嘅情況，同埋佢自己預期會有咩嘅結果。
第三啊，就係佢呼籲大家咧，即使面對逼迫患難，都要堅固合一。保羅係基於呢3個主題咧而寫咗呢一個感恩嘅祈禱。呢一個祈禱嘅開始喺第3至到第4節啊，保羅咧係先為腓立比教會感恩啊，佢唔係為到腓立比教會嘅信徒因為有物質上嘅擁有而感恩啊，而係咧佢單純啊為到呢一班弟兄姊妹感恩，而佢每諗起呢一個群體咧，為佢哋祈求嘅時候咧，係滿懷喜樂咁樣為佢哋感恩祈禱。我哋唔好忘記咧，當時保羅係為基督嘅緣故咧，係被囚禁緊。一個被囚禁緊嘅人，點解佢仲會有心情為到一個屬靈群體而感恩嘅咧？佢係示範咗俾腓立比信徒，以至到今日嘅我哋睇到點樣喺苦難之中仍然可以有歡喜，有一個歡喜同埋感恩嘅心。咁就即係講緊喜樂唔係源於一個人佢所身處嘅環境，而係源於福音喺呢一個人嘅生命入面嘅影響力。保羅為佢哋感恩嘅原因咧有2個。第一個咧就係喺第5節嗰度講咗啦，就係因為腓立比信徒從第一天直到如今即係咧一直都係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佢哋興旺福音係一直而唔係3分鐘熱度，而係持續咁樣為到興旺福音而努力。同心合意興旺咧係有份參與福音嘅工作。環球聖經譯本咧係咁樣講嘅，呢個第5節，佢係譯做咧，因為你們從第一天直到現在都是我在福音上的夥伴。講明咗保羅同腓立比信徒嘅關係係福音夥伴，分擔傳揚福音嘅使命。腓立比信徒一直係努力為傳福音而擺上，對福音嘅熱情咧，佢哋係冇冷卻到。呢一點必定係保羅係好欣賞嘅。今日我哋對福音嘅熱情又有幾多呢？我哋信主嘅年日越耐，對傳福音嘅熱情，我哋有冇變得越嚟越冷淡呢？喺多倫多生活侍奉嘅幾年咧，我認識到我而家自己侍奉教會嘅一啲嘅弟兄姊妹。當中咧，佢哋有一啲嘅弟兄姊妹咧信主好多年㗎，佢哋咧仍然係好忠心好努力傳福音同埋咧去侍奉。對傳福音嘅熱情咧一直都喺度。其實咧有一啲早年嘅即係移民嘅香港人咧，佢哋喺移民嘅路上面咧都面對好多掙扎同埋挑戰。其中咧有唔少人係即係喺移民之後信咗主嘅。我認識嘅有一位姊妹咧，佢移民之後咧有好多嘅經歷。後來咧佢同佢丈夫咧一齊信咗主，兩夫婦咧到而家已經信咗主咧30幾年。佢唔單止係喺佢自己嘅工作崗位上面咧好努力傳福音去令人歸主。佢自己咧，亦都係一直好努力嘅裝備唔單止自己有勤力讀聖經去上好多嘅查經班佢更加咧係喺一啲福音嘅機構裏邊咧去上堂去學習點樣傳福音。然之後咧，佢去做福音嘅外展其中一啲嘅地點就係即係一啲商場啦、人流多嘅地方啦，係好努力去做。信主30幾年咧，冇影響到佢傳福音嘅心志。到呢一波嘅移民潮，有好多非信徒嘅新移民咧，係會返教會嘅。咁係因為咧喺即係一個新嘅環境，你要重新建立一啲社交網絡咧，喺教會識新朋友安全嘅係數咧係相當高所以咧好多人都會返教會。呢一位姊妹咧又好積極係幫一啲新朋友一啲新移民咧去投入新生活亦都帶領過新移民信主，同佢哋分享自己喺移民路嘅掙扎一啲嘅經歷同埋信主嘅歷程成為咗咧好多人嘅祝福。保羅第2個感恩嘅原因咧就係喺第6節，邀請咧大家一齊讀出嚟，預備1、2、3。在你們心裏動了美好工作的，到了耶穌基督的日子，必完成這工。好，唔該晒嚇。呢個美好工作咧喺和合本嘅譯本咧係善工。呢一度咧講到就係保羅佢深信神動了善工，美好嘅工作係一定會喺腓立比信徒身上成全神嘅工作。呢一個工作應該咧就係指腓立比信徒嘅得救，會喺
耶穌基督的日子得以圓滿啊！即係咧主再來嘅時候，呢件事雖然尚未成就，但係保羅係已經深信神一定會成全。呢一個係保羅深信會發生嘅事。不過信心嘅根基係完全出於神，而唔係人，因為係神先喺腓立比信徒心裏面動了善工，動了美好的工作，藉住耶穌基督為世人成就救恩。而腓立比信徒嘅呢一個群體係因為救恩嘅緣故咧而被建立起嚟。佢哋得着救恩之後咧，佢哋並冇停落嚟，反而係遵照耶穌基督嘅吩咐，一直為福音擺上。咁即係話福音對人嘅生命嘅影響力並唔係得一下，並唔係信主嗰一下，而係一個持續嘅轉化，讓人咧係會不斷活出合神心意嘅樣式。保羅喺寫呢一封書信嘅時候並唔係同腓立比教會嘅信徒喺埋一齊大家咧都面對住唔同嘅處境，大家都有大家嘅困難，但係保羅咧佢卻係深信其實亦都可以理解做肯定，佢深信神一直都係喺信徒嘅生命入面工作緊。雖然咧，我哋分別係喺亞洲同埋北美洲，我哋面對嘅環境其實都係好唔同，但係咧神一直都係喺唔同嘅人生命入面嘅工作，唔理信主幾耐同樣神都係藉住福音去改變生命。神一直都喺度，神係保證會完成呢一份工作，係唔會因為人信咗主領受福音之後，神就停止工作，神唔會。好想咧同大家分享一個即係我喺多倫多嘅一個經歷。其實係由香港去到多倫多嘅經歷。我認識一對牧師夫婦咧10幾20年啦，係啦，真係10幾20年啦。咁師母咧係一個即係一直非常努力侍奉嘅人啦，但係後尾咧佢有一個長期病患，非常之難搞。咁咧就病情係越嚟越即係深嘅。咁佢經過家人嘅勸喻咧，佢就大約喺10年前左右咧，就同丈夫咧回流翻加拿大。咁原本佢哋喺溫哥華，咁但係咧幾年前咧，竟然就同我同一日咧就到咗多倫多。佢哋就由溫哥華咧搬咗去多倫多繼續生活。咁咧，所以我估唔到咧又可以遇翻佢哋。呢位牧師咧為咗要照顧長期病患嘅師母咧，佢專登提早退休。點不知咧佢一退休都冇幾耐咧，佢就突然患咗血癌。咁我去到醫院探佢啦，咁佢就坐咗起身，就坐咗喺床邊。佢同我講嘅第一句説話咧，佢係話：瑞心，我俾上帝炒魷魚啊！我啲眼淚咧係咁流，忍唔住，但係我又唔敢喊出聲，因為我又唔想影響到牧師，因為佢都係一個病人。後來咧，牧師經歷咗好多嘅療程而家咧又穩定落嚟啦，佢可以出院翻屋企生活。咁我去到屋企去探佢哋兩夫婦咧，牧師佢同我講佢話佢以前咧做牧職咁多年，佢做過好多個臨終關懷，好多個安息禮。但係原來咧，佢唔係真係明白弟兄姊妹嘅感受心情，到佢自己病佢先至真係明白到，佢先至真係理解到，即使侍奉神幾十年，神仍然係藉住福音嘅大能喺佢哋嘅生命裏面動了美好嘅工作。病患係更加叫人將目光對準神，認定人生命裏邊真正嘅救贖者係耶穌基督。我哋之前睇咗保羅嘅2個感恩之後咧，佢就解釋呢一個感恩禱告嘅根據。第7節嘅喺原文入面咧，其實一開始係有即係一個字咧係即係表示比較嘅一個連接詞嚟嘅，咁係可以理解做就好像咁樣啦。但係咧和合本修訂版咧就係省略咗。保羅咧佢係要繼續解釋咧，佢第6節嗰度講咧，佢話佢深信嘅理由並且咧詳盡解釋咧佢感恩嘅根據。第7節咧，保羅佢話佢為腓立比眾人有這樣的想法，原是應當的。
想法喺呢一度咧係講緊態度同埋心意即係話咧喺保羅嘅心裏面，對腓立比信徒嘅態度同埋心意都係美好嘅，係好重視同佢哋嘅主內情誼，好喜歡呢一個群體，將呢一個群體放喺心上，係好上心嘅。有呢一啲感受咧係啱嘅。保羅之所以會咁咧，係因為佢不論喺咩境況例如喺被囚嘅時候，定係為福音辯論嘅時候，腓立比教會同佢都係喺福音事工上面咧一同蒙恩。第7節最尾嗰度咧講嘅一同蒙恩，即係一同有份嘅意思。言下之意，腓立比信徒有機會係同保羅一樣，係面對嗰啲困鎖苦難嗰陣咧，都係努力為福音辯論同埋證實福音嘅真實。就係因為保羅咁愛錫、咁想念腓立比教會，體現咗喺第8節嗰度咧講，保羅體會基督耶穌嘅心腸，係表明基督對佢哋嘅愛。呢一份嘅愛都係喺保羅嘅心裏面，佢都係用呢一份愛咁樣去愛住腓立比教會。喺感恩禱告嘅嗰一段落之後咧，呢一段經文嘅第3部分就係保羅嘅懇求禱告。呢幾節經文咧，相信都係弟兄姊妹係相當熟悉㗎啦。即係我細個返教會背嗰啲金句卡咧，都有呢3節嘅經文。保羅咧佢話佢為到腓立比教會嘅禱告喺第9節嗰度咧，佢話係要佢哋嘅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不斷增長。咁即係求愛心定係求知識和各樣見識咧？答案係全部都係，即係無論喺知識上定係各樣見識上，愛心都係要不斷增長。知識係指向人對神同埋真理有充分有全面嘅認識，包括埋一啲嘅道德嘅知識。而見識咧就係講緊洞察力，係藉住有嘅知識去作出判斷，對人對事物咧都有正確嘅理解同埋咧係可以做到判斷，識得去做選擇，係識得做合神心意嘅選擇，知道乜嘢為之好、更好、最好。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大嘅功課嚟嘅。有時咧我哋對人或者事我哋未有足夠嘅知識，我哋咧就會出現一個困局，就係咧有得俾我哋揀，我哋都會揀錯，做咗唔合神心意嘅決定。保羅祈求腓立比信徒嘅愛心喺呢2方面要多而又多，係為咗佢哋有能力去分別咩係好。愛心唔係單純一啲感性嘅事，亦都係要理性同埋要有洞察力，扎根喺知識同埋見識上，否則係會影響我哋分辨。我哋咧信息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有講過當時腓立比係馬其頓省嘅殖民地，係受到羅馬政府嘅管轄。咁當然啦，都係會好受到羅馬帝國嘅文化同埋社會價值觀所影響。例如咧，當時腓立比咧有好多退休軍人，佢哋咧之前都係效忠羅馬帝國。當時政權好強調太平盛世，加上咧羅馬係非常之睇重榮辱文化，即係咧按住唔同嘅社會階層咧，會將人分類咗，分類成為高級或者低級咁樣嘅呢一啲嘅等級。除咗權貴幫國家打仗嘅軍人佢哋咧係屬於尊榮嘅級別，而奴隸囚犯呢啲咧就係屬於低等級嘅人。喺一個咁樣嘅背景之下，保羅為腓立比信徒祈求神，讓佢哋嘅愛心喺知識同埋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讓佢哋能夠分辨是非。原文嗰個分辨是非係可以理解做咧，使佢哋有能力分辨乜嘢係最好嘅。雖然羅馬政權高舉君王係最犀利，人民對君王其實亦都係好崇敬，有咗濃厚嘅帝王崇拜文化。君王咧甚至乎係會被稱為主嘅。但係喺基督信仰裏邊，卻係講緊真正嘅君王係耶穌基督，真正嘅主亦都係耶穌基督。腓立比信徒喺一個咁樣嘅處境底下，佢哋有冇知識
同埋見識去分辨到底乜嘢先至係最啱最好呢？係羅馬帝國嘅皇權啦，抑或係耶穌基督呢？佢哋聽到啲似是而非嘅講法嗰陣，佢哋有冇能力去分辨乜嘢係好，乜嘢係最好，乜嘢係啱呢？所以保羅祈求神讓腓立比教會能夠分辨到乜嘢係最好，好叫佢哋在基督的日子能夠做到真誠無可指責的人。在基督的日子即係話咧，到咗耶穌基督審判世界嘅日子，而真誠無可指責嗰個真誠可以理解做純潔，即係咧唔會有隱藏嘅動機，喺道德上面咧係無瑕疵。係無可指責，無可指責亦都可以係即係理解做唔犯罪啦，唔會絆倒人啦。不過咧喺第10節嘅原文入面咧，在基督的日子嗰個在字咧，係亦都可以理解做咧為咗咁嘅意思啊，即係保羅鼓勵信徒唔單單係要做到第9節同第10節開頭嘅事情，亦都係為咗基督審判嘅日子，盼望信徒明白。基督審判嘅日子係一個目標，而家就係為佢哋去祈求愛心喺知識同埋各樣見識上面多而又多，好叫佢哋能夠分辨到乜嘢係最好。最好嘅並唔係當時羅馬政權所推崇嘅太平盛世，亦都唔係當時嘅君王崇拜。當成個社會都講緊呢啲嘢係好嘢嘅時候，係會令到當時嗰啲人呢對自己有羅馬公民嘅呢個身份呢，會覺得相當自豪。保羅期望信徒係要識得分辨呢一啲講法到底係咪真嘅，而到底自己係要跟從呢一個世界，定係認定真正嘅王、真正嘅主係耶穌基督呢？到底係為到自己有地上嘅身份而驕傲啊，抑或係為到自己有天國子民嘅身份而驕傲呢？保羅咧盼望腓立比信徒喺基督審判日子來臨之前，靠住耶穌基督已經結滿仁義嘅果子。喺原文入面咧，結滿係一個被動完成式，即係講緊唔係靠自己，而係靠住耶穌結滿仁義嘅果子，而呢個仁義果子充滿嘅狀態係持續嘅，係讓人睇到嘅，最終咧係會令到神得着榮耀稱讚。仁義嘅果子唔係純粹講緊道德行為上面嘅善行，而係要合神心意嘅。要做到呢一點，就意味住信徒係要倒空自己，將自己生命入面嘅世界價值觀放低，然後跟隨耶穌基督，甘願踏上受苦嘅路，願意為基督嘅緣故受苦。呢一個正正就係當時羅馬人眼中睇為軟弱、睇為羞恥、睇為失敗嘅路，但係喺神嘅眼中，咁樣嘅生命先至可以被仁義嘅果子充滿，而咁樣嘅仁義先至能夠將榮耀稱讚歸俾神。當我哋願意被呢一個世界睇為失敗嘅時候，神嘅榮耀反而得到彰顯。喺一個階級觀念咁重、帝王崇拜又咁重視嘅羅馬帝國社會，基督徒點樣先至能夠真正將榮耀歸俾神，而唔係其他人，甚至係自己呢？昔日腓立比教會嘅信徒係少數嚟嘅，要喺不畏強權嘅情況底下，將榮耀歸俾神，而唔係君王或者社會裏邊嗰啲高級嘅人，係好大嘅挑戰。今日呢個世界仲有帝王崇拜嘅地方唔多啦，都冇乜嘅啦。係咪就係表示我哋好容易就將榮耀頌讚歸俾神呢？冇咗一個睇得到嘅君王崇拜，其實我哋都有一個試探㗎。嗰個試探就係我哋崇拜我哋自己。我哋其實都係血肉之軀，好容易咧係會被呢一個世界嘅價值觀去影響住我哋嘅生活，去追求自我滿足同埋認同，而我哋會慢慢忘記點樣去靠主生活。
當我哋嘅生活都唔以耶穌基督為中心，我哋就唔會結到合神心意仁義嘅果子，都唔會將榮耀頌讚歸到俾神。喺一個難分真假嘅年代，AI 嘅威力咧，我諗都唔需要再多講啦。以前咧，我哋成日有一句説話係咁講噶嘛，有圖有真相啊嘛。咁而家呢一句説話咧，已經唔識用噶啦。聽到睇到都未必係真嘅。但係無論呢一個世界變成點都好，神嘅工作從來都唔會停止。呢幾年咧，我喺侍奉嘅路上面都有好多嘅學習啊，見到自己有自己嘅限制同埋不足，同時亦都見到神喺唔少嘅人嘅生命裏邊工作。有啲新移民喺移咗民之後佢哋嘅信仰有好多嘅追求同埋成長。呢880日喺生命家嘅大家同我都係喺地球嘅兩邊，但係福音工作呢一個善工呢一個美好工作從來未停止，亦都係教導緊我哋咧要點樣喺愛心、見識同埋知識上面增長，藉住仁義嘅果子去榮耀神。求主繼續帶領生命堂嘅弟兄姊妹喺基督裏面繼續成長，彰顯神嘅榮美讓我哋咧喺呢個地球唔同嘅地方，我哋繼續努力，讓我哋同心祈禱。親愛嘅耶穌基督，我哋感謝你，藉住昔日保羅同腓立比教會嘅説話去提醒我哋。神，你嘅工作從來未停止，你福音嘅大能一直都喺度，令到我哋嘅生命不再一樣。喺復活節第二主日，我哋唔忘記你復活嘅大能，就係你冇停止善工嘅明證。求你幫助我哋過靠主以基督為中心嘅生活，叫我哋能夠與所蒙嘅恩相稱。我哋感謝你，聽我哋嘅祈禱，係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願主賜福大家。多謝唐教師嘅教導同埋分享，提醒我哋係要結出仁義嘅果子。我哋同心係一齊嚟唱一首回應嘅詩歌，係喺世紀頌讚嘅459首《以愛相連》。請會眾起立。父
相交嚟崇拜，我哋將時間交俾房大衛牧師。弟兄姊妹平安，我感恩瑞心教師咧。雖然我嚟生命堂之後咧未見過佢，不過咧我第一次見佢咧就係2023年喺網上邊嘅崇拜咁樣。覺得嗰次嘅崇拜，佢帶住喺加拿大翻嚟好有牧者嘅心腸一篇嘅講道，我都仲記得。我唔知大家有冇聽到頭先佢分享，其實佢好想從一個牧者嘅角度同大家分享，神其實喺我哋每個人嘅生命裏邊咧都動咗善工。而信心教師佢更加想嘅就係盼望耶穌基督透過佢自己嘅工作，讓佢自己嘅聖工得到完全。其實讓我哋能夠喺主裏邊彼此成熟係好重要。今日亦都好開心，唔單止信心教師咧喺我哋中間，亦都有汕頭教會嘅弟兄姊妹嚟到我哋中間。我覺得聖靈好好，今日你冇發覺咧，其實有一個主題，其實係聖徒相通。無論係信心教師嘅講道，無論我哋恩頌詩班唱嘅《四條信經》，包括頭先我哋嘅回應詩，都係講緊我哋都係聖徒，我哋有唔同嘅面對嘅挑戰。我相信國內教會嘅弟兄姊妹喺中國大陸裏邊都有你哋嘅挑戰。喺加拿大牧會、華人教會更加困難。其實香港近呢幾年，香港嘅教會更加都唔係容易。不過我仍然相信，我哋喺聖靈裏邊，聖徒相通，能夠俾我哋互相以愛彼此勉勵係好重要嘅，所以同你隔離嗰個講，喺愛裏邊，我哋係相通嘅。聽得到嗎？多謝水心教師嘅分享，亦都多謝汕頭教會嘅弟兄姊妹喺我哋中間去分享愛嘅詩歌，讓我哋彼此嘅激勵，鼓勵大家。我哋好想喺教會裏邊彼此嘅同行。我諗到你落喺唔同嘅處境，不過仍然相信。每個禮拜日，我哋聚集喺教會，只係一個目的。其實我哋好想宣認，我哋係屬耶穌基督嘅。喺地上邊宣認耶穌基督，我哋嘅身份就被分別出嚟。我哋可以繼續面對我哋眼前所面對嘅挑戰。鼓勵大家一齊喺教會裏邊崇拜，特別喺網上邊嘅弟兄姊妹，我知道可能有你嘅困難，不過仍然相信可以喺網上邊，甚或我都鼓勵你一齊可以翻到我哋教會中間，一齊彼此嘅去喺愛裏邊互相建立。呢個都係主盼望嘅。好，我哋有啲嘅家事報告，想讓大家咧可以喺禱告裏邊咧可以彼此嘅紀念。咁啊特別啦，簡單報告少少啦。喺嚟緊咧星期三晚咧，我哋有個特別祈禱會，我哋咧金林教師咧就會嚟到我哋中間去分享一啲關於香港神學院，特別可能喺香港神學教育嘅情況。如果大家知道嘅話，我估近年嘅香港神學院招收新生嘅情況咧都係好困難、好艱巨嘅。咁啊盼望預備多啲嘅工人。並且你喺神學院裏邊咧，讓即係得到裝備，喺將來嘅教會發展，喺各教會裏邊嘅發展咧，都係好重要嘅咁。咁啊呢個第一個想同大家去分享同埋禱告嘅。咁啊後邊有同工提我忘記咗要歡迎新朋友係咪？唔好意思。咁啊，請問有冇第一次參與我哋教會嘅新朋友喺我中間？除咗汕頭教會之外啦，當然係咪？我俾掌聲歡迎佢哋嚇。我唔知道。樓下有冇第一次？後邊都有，歡迎你哋，歡迎你哋，後邊都有，歡迎。好，下邊仲有冇啊？下邊好，上面有冇弟兄姊妹朋友？你第一次翻嚟嘅，咁我都邀請你可以舉手俾你認識下你，代表教會咧歡迎你好，我後邊嗰度又歡迎你，再一次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啊？我盼望有機會啦喺教會裏邊認識下。好，繼續我哋有報告嚇，咁啊鼓勵大家大家睇下週刊啦，第10頁，咁咧我哋。每個月咧，我哋都有教會嘅月詩嘅，咁好感恩。我哋除咗唱詩歌，都想俾你知道，其實古教會嘅詩歌咧，好有生命力，因為背後有好多個故事，好多愛喺裏邊。咁啊，大家可以翻去睇下。好啦，另外特別咧，崇拜部呢一個報告，特別咧係教會嘅花藝侍奉同埋基礎花藝培訓啊。咁呢個係咩嘅課程咧？其實你見到每個禮拜教會嘅崇拜咧，其實唔係禮拜日主日㗎，其實禮拜六嘅晚堂咧都有一個花藝擺咗喺副堂嘅禮堂嗰度。其實有一個嘅花藝小組咧，係幫助弟兄姊妹或者幫助教會咧，喺每個主日裏邊咧，預備嘅花藝咧，可以喺禮堂裏邊去獻呈。咁嚟緊咧，呢個嘅崇拜部嘅花藝嘅小組裏邊咧，有個嘅培訓課程咧，同大家一齊盼望咧，鼓勵大家。如果你已經係喺花藝侍奉緊嘅，可以嚟接受啦，培訓啦。另外就係如果你有心志想透過花藝去服侍嘅弟兄姊妹咧，我都鼓勵你可以問我哋同工嘅啲資料，甚至乎咧去報讀呢個課程。咁嚟緊咧喺5月嘅開始有4堂，特別咧陳慶陽執事咧係中間去教授，
咁啊，鼓勵有心志，特別喺花藝侍奉嘅弟兄姊妹，你嚟參與。咁你話我哋翻嚟教會一段好短嘅時間，咁唔緊要，你先問下我哋。咁基本個要求就係，如果你喺教會裏邊崇拜1年，好穩定出席我哋嘅聚會嘅話呢，你都可以透過呢個侍奉。咁如果你洗咗禮又好，未洗禮都好呢，你都可以參與嘅。不過我哋都會同你再傾下，究竟按住個情況喺侍奉上邊點樣安排嘅啫。最重要係心志同埋咧願意去學習，呢個係呢個課程裏邊嘅目標。咁鼓勵大家好唔好啊？咁你可以喺週刊上面有個連結，你可以報名啦，或者你可以去同我哋嘅同工去彼此嘅認識。好啦，簡單差傳部有個報告啦。之前我哋邀請大家去作奉獻，特別咧為到太北嘅湖泉教會，我哋為你籌集少少嘅嘅費用咧，去購買嗰啲器材，好感恩。嗰個數目咧係遠超過我哋所想嘅，差唔多1倍，即係超過1倍。太北嘅籌款，我哋之前都講過，如果超過咗嗰個籌款嘅數額咧，我哋會全數咧將佢送去太北嘅教會嘅。另外咧，早排有弟兄姊妹，年輕嘅弟兄姊妹咧，去完日本嘅長期短宣，大家記得你哋有禱告、有奉獻支持嘅，亦都好感恩嗰個嘅數額咧，都係超過咗我哋所想所求嘅。按住我哋之前所講，餘額咧，我哋會將佢擺喺差傳部、差傳基金嘅裏邊，讓嚟緊下次嘅弟兄姊妹咧一齊同樣嘅參與。我都為到弟兄姊妹嘅努力咧去到感恩，盼望咧讓呢啲一切都喺上帝嘅手裏邊咧去自己去工作。好啦，最後咧有個喜訊咧同大家去分享嘅。本堂會有楊子宏姊妹同埋懷靜安弟兄呢，將於4月18號下個禮拜日咧，即係2點鐘咧喺我哋嘅禮堂裏邊咧去共證分文，求主賜福俾佢哋，讓我哋喺新嘅家庭裏邊有主自己嘅同在。其實楊姊妹咧係我哋成日翻晚堂嘅楊永基嘅傳道嘅女兒嚟嘅。楊姊妹都係翻緊我哋週6晚查經嘅使團。鼓勵大家一齊，如果你認識佢哋嘅一齊嚟參與呢個嘅婚禮。如果唔係咧，可以禱告裏邊咧可以彼此嘅紀念。好，我哋一齊同心禱告，好唔好啊？一齊同心禱告。親愛主，感謝你，昔日你借耶穌基督嚟到我哋人中間，並且你有藉聖靈住喺眾聖徒裏邊，俾我哋透過聖靈可以互相嘅勉勵。雖然我哋眾聖徒喺呢個嘅世界居住喺唔同嘅環境，甚或面對住唔同嘅挑戰，但係仍然深信，因為聖靈嘅緣故，讓我哋可以喺靈裏邊溝通，互相嘅勉勵，互相透過愛心行善，甚至乎喺各人唔同嘅人生嘅階段、唔同嘅困境裏邊，透過聖靈嘅幫助，俾我哋互相嘅可以支持、可以守望、可以代禱。好感恩今日咧，你讓散流教會嘅弟兄姊妹喺我哋中間。昔日我哋互相有關係，今日佢嚟到我哋中間去分享詩歌，讓一份愛帶俾我哋。同樣亦都讓我哋弟兄姊妹、生命堂嘅弟兄姊妹讓佢哋分享。並且喺主嘅裏邊能夠彼此嘅勉勵，感恩多謝你，願一切都係你自己嘅手。仍然為到呢個世界裏邊，仍然好多嘅地方，仍然面對住戰火，仍然心靈裏邊有好多人好困惑，但係仍然相信神你有自己嘅時間。盼望你使用基督徒，盼望你使用教會，喺唔同嘅環境處境裏邊，讓更多嘅人有機會認識你。更重要嘅主，讓人嘅生命能夠去到你面前，成為真誠無偽，可以自由嘅去到你面前去投靠你。亦都幫助仍然面對住我哋高考嘅 DSE 嘅弟兄姊妹，俾佢哋可以喺呢個嘅人生嘅難關裏邊能夠經歷神。亦都盼望讓未認識神嘅嗰班年青人，讓佢哋知道呢個人生嘅困難或者呢一個嘅階段只係一步唔係一個絕路俾佢哋能夠心裏邊懷住盼望。亦都幫助中間，我知道有好多肢體佢未必能夠可以即係翻到嚟教會，身體有限制，環境上面有限制，但聖靈求你與佢哋同在，俾佢哋能夠透過網上又好，俾佢哋同心合意去興旺福音，俾我哋知道，雖然我哋身體衰殘，心靈或許軟弱，但係仍然藉住聖靈嘅能力同埋幫助，俾我哋喺各人嘅處境底下，甚或喺家裏邊，甚或喺床邊，甚或喺教會，甚或喺工作嘅地方，俾我能夠竭力去成為主你自己嘅見證。願一切榮耀都歸俾你。感恩禱告奉主名求，阿門。好，弟兄姊妹，我哋一齊起立。我哋同唱讚美真神。赞美圣父、圣子。
同心去領受從上帝嚟嘅賜福。但願耶穌基督因為天父嘅慈愛、聖靈嘅感動交通，想與你眾人同在，特別同一班願意去持守真道嘅信徒同在，等我哋立定心志，為主作見證，直到耶穌基督你再來嘅日子，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弟兄姊妹先請坐好唔好啊？咁陣間會有電樂嘅，咁啊電樂嘅時候咧，大家可以默想安靜啦，好唔好啊？咁其他詩班咧，我哋留步，因為陣間會拍照嘅。唔該。好，五堂崇拜到呢度，大家可以彼此問安之後可以散會啦。